来，我们以白牙木这篇文章来做阅读理解的练习。第一题，早期來到台灣嘅先民做乜嘅活得冇聊來帶？首先，我們來看這4個選項。1. 簽材料及封片。2. 外賣毛及封片。3. 早期嘅人及充實環保。4. 開得黑及窮嘅木燈。第一個選項，然後文章底部就看到咧。第二個選項，然下來看，外賣毛及封片，一毛應該唔是賣，生活中都看得到，器材當封片，愛幾多，自家是識得去割幾多，所以一毛係唔是賣嘅。第二個答案唔錯。第3個，早期嘅人較充實環保。應該講，這3種物做下都當充實環保，所以得冇聊，唔係因為較充實環保。第4個，開得黑較窮嘅木燈，該時節得冇聊來帶，冇聊嘅木燈係茅草做嘅，係毛係較窮嘅牙，所以冇較窮嘅問題。兩題嘅答案我寫1正確。第2題，文章底度講到，為高度東西保護內轉表，下輩內行唔係。先來講內轉表，其實係用陰內來做嘅，所以係為個內度東西來保護內轉表呢？第1個牛屎，第2個陰內，第3個糯米，第4個龍空。好，文章嘅前每一段就講到，會叫牛屎、糯米、龍空，用這3項東西來保護內轉表，所以這題嘅答案當簡單，我寫2陰內。